大家好，我係阿鵬啊。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會中意木馬湖同埋星河單堤噶，但係呢兩個樓盤咧可能會貴咗稍微少少啊。咁今日咧阿鵬咧帶大家睇一個全惠州最筍嘅樓盤。點解咁講咧？佢而家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而且單價只需要5888蚊一平方啊，而且係精裝修現樓嚇，拎包入住喎。你睇呢個樓盤樓間佢幾好，而且呢個樓盤咧返香港係好方便噶。1個鐘頭就可以返到香港啦，門口有公交車可以直達深圳地鐵14號線沙田地鐵站，亦都有公交車可以去到惠陽高鐵站㗎。去到高鐵站啊，直達西九啦。另外有公交車可以去到惠陽客運站，每日從5點半朝早5點半到晚黑9點鐘有直達羅湖大巴車㗎，非常之方便啊！而且呢個樓盤呢，佢嘅景觀係非常之好㗎，望前面有旗山森林公園。後邊有淡水嘅母親河、淡水河，景觀非常之靚啊！咁我哋呢邊生活配套係點呢？周邊有2個濕街市啊，中意買啲新鮮雞鵝鴨魚嘅呢啲朋友呢，呢度就相當好啦。而且出門啊就有好多餐飲店，包括1公里外面嘅有麥當勞、肯德基啦，附近嘅醫院啦，全部都幫你配好晒啦。如果覺得呢個單價5888有興趣嘅朋友，跟住阿鵬嘅鏡頭一齊去睇睇 ，follow me。而家我哋嚟到78平方2房2廳2次嘅交樓標準示範單位啊！而家呢度咧做到拎包入住啊！點為之拎包入住咧？所見即所得啊！單價5888，總價46萬都唔使啊！呢個係入戶大門啊，配有我哋嘅裝甲實木大門啊，非常之好啊！過翻嚟呢度啊，我哋可以做一個鞋櫃喺呢個位置㗎。前面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廚房、餐廳、客廳同埋陽台啦。呢邊咧係一統過㗎。先睇我哋廚房先 ，L 型嘅廚房啊，配有我哋嘅3件套啊，我哋嘅抽油煙機、爐頭、消毒櫃啊，全部都係皇冠牌子㗎。呢邊咧仲有我哋嘅熱水器啊，都係皇冠㗎，全部都係附送㗎。呢邊咧係個生活陽台改造㗎，呢個係。可以有好大嘅明窗啊，通風採光效果非常好。覺得點啊？謝46萬首期8萬蚊左右就可以上會啦，即係性價比好高，而且採光通風效果非常之唔錯。你睇下，全部前瞻上牆㗎，包括我哋啲星盤啊，呢啲做得好好㗎。過翻嚟呢邊啊，就係我哋嘅餐廳啦。睇呢個餐廳做個4人位啊，細細底，其實呢個位置絕對咧放個6人位都可以㗎。不過如果好多香港客戶翻嚟大陸咧，都會出邊食嘅嚇。喺呢度咧，佢有好多優勢㗎。呢度啊，第一個咧，佢附近啊有2個市場，包括前面嘅矮嶺市場啦，仲有前面嘅小埔仔市場啦。生活買菜咧，呢度就好方便㗎。而且呢個戶型又好好喎，佢2間房有2個衞生間喎，即係相對好獨立㗎。我哋先睇下呢個客廳先好唔好？3.6米嘅客廳啊，配有我哋嘅沙發。我哋嘅餐桌同埋我哋嘅呢個電視櫃，而且咧佢嘅裝修亦都唔差㗎，睇得到啦。我哋嘅地磚啊係80×80淺灰㗎，牆角線都幫你做好晒㗎啦。燈具呢啲全部有，所見即所得喎。買件衫過嚟得啦，有時係嘛？係啊，而且近幾年好多香港人都翻嚟大陸北上消費。你睇出邊啲餐飲店啊，各方面係好多㗎。呢個景觀非常之好，望山望淡水河㗎。前面嗰邊咧叫做旗山森林公園，下邊嗰度咧就淡水河。再淺啲咧，下邊咧就係望我哋小區園林㗎。通風採光，樓間佢都非常之舒服。睇下我件衫咪知啦，吹得好厲害㗎啲風。喺呢個地方啊，呢個戶型啊，通風採光做得好好，而且純南向，陽光直接照到入間屋入邊㗎，好好。而且呢度嘅空氣質量都好好啊。惠州嘅生活成本低啊，空氣質量唔錯啊，交通方便。買個豬肉帶少少肥肉嘅10蚊斤，全瘦嘅15蚊一斤，而且出到去好多農莊啊，雞鵝鴨全部新鮮嘅喎，幾好。睇下我哋嘅動區，睇翻我哋正區先。呢度咧有我哋嘅衞生間啊，呢個係公共衞生間嚟㗎。望遠處，哇！啲樓間佢好好，而且見得到嘛，我哋嘅採光係非常之靚㗎。無遮無擋，洗手間配好晒我哋嘅洗手盤啊、鏡櫃啊，全部配好晒㗎啦。咁呢邊咧有個小朋友房同一樣㗎。望遠處嘅景觀無遮無擋，全景落地窗，包埋我嘅飄台。
燈啊、門啊都幫你做好晒㗎啦。所以46萬唔到喺度可以買緊兩房，得閒翻嚟退休、度假、養老都係非常唔錯嘅選擇。呢度係我哋嘅主人房，帶獨立嘅衞生間啊，3點洗手間全部配好晒㗎啦。呢邊啊，南向嘅飄窗啊，配有我哋嘅1.5米嘅大床，包括床頭櫃、空調全部都有㗎啦。全套落嚟啊，帶2件衫過嚟就得啦。呢度46萬，單價5888，而且係房號係有限㗎，得5套㗎咋。中意㗎，盡快過嚟啦！而家我哋嚟到118平方，3房2廳2廁，拎包入住嘅交樓標準示範單位啊！睇下呢個戶型好好嘅，雙陽台，南北對流，而且兩邊望嘅都係山景河景。我哋先從入戶門口同大家講解下先。呢套單位咧係單邊位嚟㗎，獨門獨戶啊，即係唔使俾人打擾㗎啦。過翻嚟呢度啊，入戶大門呢個咧係我哋半贈送嘅一個入戶花園嚟㗎，好大嘅採光窗啊！呢度咧送埋一個鞋櫃俾你睇一睇，啲鞋啊雜物全部擺喺呢度就非常之好啦。過翻嚟呢邊啊，餐廳、廚房同埋小陽台，先睇下小陽台先好唔好啊？謝呢個景觀點樣啊？視野景觀無敵，前面無遮無擋，而且仲有河景可以睇。前邊係岐山森林公園，呢條河就係淡水嘅母親河，惠陽母親河啦，淡水河啦，好舒服。啱啱落完雨啊！遠處睇山，近處睇河。睇下呢邊嘅生活先。頭先講過啦，有2個農貿市場就喺附近啦，買啲新鮮啊雞鵝鴨魚呢啲好方便。另外行過去啊500米啊，前面就有醫院啦，好方便。1公里範圍內，麥當勞、肯德基、喜茶、奈雪嘅茶、步行街全部都喺呢附近啦，生活非常之方便啊！過翻嚟呢邊啦，買咗餸，梗係要煮飯㗎啦。我哋呢配有一個細細地嘅4人位嘅餐台啊。呢邊係我哋廚房啦，廚房 L 型嘅廚房，你睇下通風效果，採光係咪好靚啊？先係啊，冇得彈啊！而且全部瓷磚上牆嘅，配有廚房3件套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、消毒櫃，全部配好晒㗎啦。包括我哋嘅整體廚櫃。呢邊咧預留一個好大嘅冰箱嘅位置，雙開門、3開門、4開門都足夠啦。裝修標準其實唔差㗎，5888啊，總價69萬5啊，都唔使啊呢套單位啊，就可以拎包入住，所見即所得啊！睇下呢個沙發，有冇發覺呢個客廳咧個闊度好闊啊？有啊，4.2米，好誇張，4.2米，豪宅嘅標配啊！咁好多朋友問啦，咁我哋呢邊嘅交通係點？其實大家可以同我講一講啊，阿鵬。第一個啊，行出去我哋有公交站，可以坐車到深圳地鐵14號線沙田地鐵站，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，我哋呢邊有公交車111號公交車，可以直達惠陽高鐵站啊，每日有6、7班高鐵直達西九龍㗎。另外你亦都可以坐到去深圳北，每日有65班車，25分鐘去到深圳北，1個鐘頭去到西九，去到深圳北你周圍都可以去啦。仲有一個喎，我哋呢邊呢，仲有你可以坐門口嘅公交車，可以去到惠陽客運總站，每日從5點半到晚黑9點鐘，每半個鐘頭一班大巴車直達羅湖汽車客運站㗎。你覺得呢個交通方唔方便呢？翻嚟香港呢度呢，就係1個鐘左右啊，性價比擺喺呢度喎，70萬都唔使買呢套房，雙陽台南北對流，喺呢邊生活啊，睇下遠處嘅景觀，有山啊有水啊，人呢個身心特別舒服㗎。你睇呢個陽台6米嘅長度，喺度跑步都得一次。而且香港啲房價貴，你10幾萬1平米，大陸呢度咧，呢度5880蚊都唔使，係啊，拎包入住，送埋啲沙發啊、茶几啊、電視台啊，乜都送齊俾你啦。所以我哋有啲香港客戶咧，佢就係將香港層樓啊，就租俾人哋，每個月收翻幾皮嘢租金，喺大陸生活。你睇啲尺寸，哇！啲尺寸全景落地窗，係咪？而且呢啲房間大陸跑步都得啦，有時。大陸呢度消費平啊！過嚟睇下，3年的洗手間，有冇見過咁大個洗手間啊？我第一次見咋。
呢個洗手間乜都配好晒噶咯喎。睇埋個四房間先，阿鵬6尺170磅，180磅啦，又升咗啦。你睇望出面嘅景觀，最主要嘅視覺效果好，望啲綠色嘅植物咧，鬱鬱葱葱咧，對大家個視覺會好。另外嘅人咧，身心會開心啲嘅。仲有一個咧，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，因為咧可能香港咧住得相對嚟擁擠少少啦，佢哋將套房咧俾咗自己嘅小朋友，咁自己又翻嚟啦。咁其實你話首付大概10零萬左右買套咁嘅房，去邊度揾啊？係咪2個衞生間嘅喎？嗱，睇下呢度，哇！主人房呢啲配好晒啲尺寸，真係好舒服㗎。如果中意嘅咧，盡快過嚟睇下啦，得5套特價房㗎咋〜